Hello，大家，我係雷叔，歡迎來到深夜圍爐。呢度冇專家，冇標準答案，只有一班正在學習人生下半場嘅香港人，一齊圍埋傾下。最近收到一位53歲仁兄嘅來信，為保障私隱，我哋叫佢做張先生，喺香港一間金融機構做管理工作。佢信入面有一句說話，我睇完之後靜咗好耐。佢話：雷叔，我今年53歲，公司最近開始裁員。我知道如果真係輪到我，以我呢個年紀，好難再揾返同而家差唔多人工嘅工作。我同太太儲埋大概400萬左右，聽落好似唔少，但我越接近退休，反而越驚。身邊好多朋友都開始講退休，講北上，講投資。但老實講，我每日放工返到屋企，望住個天花板，腦裏面只有一個問題：53歲先開始準備退休，仲趕唔趕得切？老實講，我相信唔少兄弟聽到呢句都會心頭一震，因為大家驚嘅其實唔係退休，而係怕自己準備得唔夠。張先生，多謝你嘅信任。我相信熒幕前好多仁兄都會有同一個感覺。呢封信根本就係講緊自己，因為去到我哋呢個年紀，最辛苦嘅往往唔係冇錢，而係開始感覺到失去掌控力。20幾歲嘅時候做錯決定可以重來，30幾歲嘅時候輸咗可以再搏。但50幾歲開始，會發現原來人生真係開始進入下半場，每一個決定都好似特別重，特別驚揀錯。張先生，其實我想同你講一句真心話：53歲開始準備退休，絕對唔算遲。真正遲嘅唔係幾多歲開始，而係直到退休嗰日，都從來冇認真面對過自己嘅焦慮。我認識唔少朋友，有人60幾歲退休，戶口有成千萬，但每日仍然瞓唔着；亦都有人資產唔算特別多，但生活反而過得好踏實。後來我慢慢發現，安全感從來唔係一個數字，而係一種掌控感，知道自己每個月要用幾多，知道自己最壞情況可以點樣生活，知道萬一身體出現問題可以揾邊個，知道自己即使唔返工，人生仍然有方向。呢種感覺先叫安全感。講真，我自己退休之前都驚過，尤其係啱啱搬到大灣區頭幾個月，以前日日電話響不停，突然之間一日都冇幾個電話。有一日，我一個人坐喺客廳，望住部手機，心裏面突然冒出一個問題：如果冇咗工作，我仲剩低啲乜？嗰一刻，我先發現，原來退休最難適應嘅未必係收入，而係身份。以前返工，人哋叫你經理、主管、老細；退休之後，你只係一個普通阿叔。呢種落差，好多人都唔會講，但其實好多人都經歷緊。所以，張先生，如果而家叫雷叔俾一個建議你，我唔會叫你即刻去買邊隻股票，亦唔會叫你急住北上。我反而會建議你利用未來幾年慢慢做3件事。第一，試下計清楚真正生活需要，唔係估，係認真記錄，因為好多焦慮都來自未知。第二，開始培養一樣即使唔賺錢，你都願意做嘅事情，可以係行山，可以係拍片，可以係種花，甚至可以係純粹同幾個老友飲茶吹水。退休之後，人一定要有寄託。第三，唔好急，退休唔係一刀切。人生下半場，
其實可以一步一步行，試住觀察、調整、保留退路，慢慢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節奏。最後，想同張先生，亦都同所有睇緊呢條片嘅兄弟講，如果而家嘅你開始為退休而失眠，開始驚自己準備得唔夠，開始擔心未來，其實真係好正常。因為驚代表仲有責任，代表心入面仲裝住屋企人。會驚其實唔代表軟弱，相反，通常越有責任感嘅男人越容易失眠，因為心裏面裝住嘅從來都唔止係自己。人生後半場，好多人都係摸住石頭過河，冇人天生識退休，我哋都只係一路行一路學。希望你知道，喺呢條路上唔止你一個人。今晚就傾到呢度。如果你都有啲唔敢或唔想同身邊人講嘅心事，歡迎寫信俾雷叔。下一個深夜，我哋再一齊圍爐。人生下半場唔需要一個人捱。我係雷叔，晚安。